Hello 大家，歡迎嚟到樂活人生系列，今日係第一集。我知你哋心入面有個疑問，咦，退休唔係應該好開心嘅咩？點解仲要講心理健康？就係因為好多時退休嘅第一個大挑戰唔係錢，唔係醫療，而係點樣同自己個心相處。一、退休幻想 vs 現實。喺職場嘅時候，大家日日都講，快啲退休啦，到時周圍去旅行、打麻雀、飲茶，人生幾咁寫意。但等到真係退休，有啲人會發覺，行山，行2次腳痛；飲茶，飲到第3日開始覺得無聊；孫仔，成日玩手機，對你愛理不理。咁樣落去，唔開心就自然出現。笑話例子，有個伯伯退休後日日追住老婆問：今日有乜節目？佢老婆頂唔順，答咗句：你再問，我安排你返工。2、3大情緒陷阱。一、失去角色感。以前你係老細、老師、師傅，日日有人叫你。退休之後，你變成阿伯，突然無人需要你，你會覺得，咦，我仲有冇價值？ 2、孤單。朋友仲未退休，冇人陪你玩，仔女有自己生活，唔得閒理你，結果就成日覺得世界拋棄咗我。3、過度擔心。一覺得心口唔舒服，就即刻上網查，我係咪心臟病？查完更加唔瞓得。3、點樣調整心態？一、縮短發火時間。唔開心可以，但俾自己錫個時限，例如5分鐘。5分鐘之後轉話題，好似電腦死機咁 restart 就好。2、幽默感係最好嘅良藥。有人問：咁我老咗有咩開心？我答：老咗嘅好處就係頭髮甩晒，就唔使再煩剪頭髮啦。3、搵新目標。退休唔等於停擺，你可以學唱歌、玩手機剪片，甚至學跳舞。唔好小看呢啲挑戰，搞到你忙，反而冇時間鬱結。4、真實故事。有個婆婆本來日日喊，覺得自己冇用，後來去咗社區中心學畫畫，畫咗幾幅花花草草，結果開展第2人生。佢話：我而家起碼有個理由早啲起身，趕住畫花。3個開心小習慣。1、感恩日記。每日寫低3件開心小事。今日個孫笑咗一句。今日飲咗碗好靚嘅糖水。今日睇到隻小鳥停喺窗台唱歌。呢啲小確幸會慢慢變成大幸福。2、社交活動。唔好成日話算啦，我老啦，唔出去啦。其實越出去越長壽，朋友就係最好嘅維他命。3、自我娛樂。唔使等人氹你開心，你自己都可以。例如照鏡講句：哇，今日條皺紋幾有藝術感啊。6、總結。退休唔係無聊數日子，而係開啟第2人生。最緊要嘅唔係錢幾多，而係你嘅心境夠唔夠開心。記住，退休唔係世界嘅句號，而係笑住嘅省略號。今日就講到呢度啦。如果覺得有用，唔該俾個 like、subscribe， 冚埋個鐘仔，分享俾更多嘅朋友，咁都會令我更有動力繼續創作。多謝大家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。